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号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美国扣台湾20%的关税，经济部长郭志辉伫高雄甲产业界座谈，讲到4000亿换港关税。经济部强调讲，部长是以日本、韩国做例尔。民进党3连败的桃园市议员由5号甲伊的查囝协助领助理费，欢迎认定嫌疑重大，下晡裁定收押禁见。为了个人的健康，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无糖的罐装饮料免扣15%的会务税，电视录音机顶家的嘛免扣税。来看美国宣布要扣台湾20%的对顶关税，互产业界是真烦恼哦。经济部长郭志辉昨去高雄甲机械金属等产业代表开会，有媒体是指出讲，部长讲到，若要争取调降关税，可能就要投资美国4000亿的美金来当做谈判的参考条件。问问在场的业者的看法。经济部早起是解释讲，部长是以日本甲韩国投资美国来做例，嘛对部分媒体的报道来表示抗议。总统，关税谈判期要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总统赖清德7号透早出席活动，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美国对顶关税8月7生效进前，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低空间。不过前一天，经济部长郭志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甲精密机械、金属加工等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针对争取税率降低，要付出偌济代价，郭志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引起关注。因为我们是第三个谈的哈，所以假定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都应该都大出来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不过，经济部驳回讲，郭志辉当时是举例说明，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并毋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或者是当咧进行相关的谈判，请外界毋通过度解读。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 的关税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大概也是必须。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0亿加过来。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利维最近表示，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的条件之一。针对这点，中油表示，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电动车的大厂比亚迪传出想要拍台湾市场，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嘛证实讲有联络过伊哦。杂志阁别讲哦，比亚迪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请立法院高层的幕僚食饭。有风翕到立法院总务处长廖忠志是表示讲，这是下班时间朋友的聚会，无违反规定。泰国汽车是还未回应。中国电动车的龙头比亚迪，已介绍正拍入全球版图。2024年的全球销量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第一摆超过特斯拉，变作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传出说落来要入来台湾。根据《镜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要怎么看《镜周刊》爆料？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那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建志强调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打算这问题。但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讲，泰国集团想要代理在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佮积极含伊联络。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
比亚迪大多数的车款拢有配置会驾驶系统，立委嘛质疑讲，有联邦功能的车拢有组成回传中国这种漏涉的疑虑。中国这车国防验证讲会当用联邦的功能完全控制，对可能造成国安问题，包括经济部、交通部拢唔敢大意。这些车进来之后呢，因为它有一定程度联网的能力，加上它电池啊等等之类的问题，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的法规是禁止中国车归车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泄露对泰国厂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讲，若是确认是违规转运的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的监控、加重处分，违者上悬会当罚300万，而且有可能限制进出口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卡达格兰论坛今仔举行，总统赖清德伫开幕致辞嘛甲头一届来台湾的英国前首相 Johnson 同台。总统是强调讲，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嘛继续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Johnson 是批评中国利用军事压迫恐吓台湾，嘛呼吁北京无应该想要以武力来还台，嘛望讲有愈侪欧美的国家支持台湾。日前握手3026，总统赖清德和第一摆访台英国前首相强生，伫第9届凯达格兰论坛顶悬欢喜见面。今年论坛重点放伫3大主题：印太区域安全、全社会防卫和经济科技产业外交的战略整合。赖总统致辞中心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We are continuing to reform and invest even more resources in our national defense. Next year's defense budget will reach a target of over 3% of GDP. 赖总统阁强调讲，经济是国力的基础，民主国家应该做伙打造更较强韧的民主供应链。伫强生的专题演讲内面嘛讲，家己长期拢真欣赏台湾，欣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伫 AI 科技做关键角色。Year after year, these Taiwanese chips put new dista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petitors. And so, of course, I gave up the idea of the UK government trying to compete with you. Because this is a free country, it follows that it's vital,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the West, for my country, for the whole world, that we protect that freedom here. 大大俄罗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讲到这，强生嘛批评中国一直军事胁迫，威胁台湾，发挥北京无应该使用武力来侵台，嘛希望更加侪欧美国家会当明确表态支持台湾。As China intensifies its pressure on Taiwan, I hope that we all, the West, America, the UK, all Europeans, will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tiptoe away, not to be cowed by our desire to be deferential to Beijing, but to stand with Taiwan and to deepe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指出台湾和英国是共享同款的价值，强生落尾是用鼎泰丰和苏格兰威士忌来做例，指出两国的交流是愈来愈接，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伙伴的关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3连败桃园市议员游五和传出讲长期诈领助理费，昨昏桃园地检署调查约谈，认定讲游五和甲伊的查囝犯罪嫌疑重大。今仔下晡，法院已经裁定收押禁见咯。民进党的桃园市党部是声明强调讲尊重司法，后续以党纪来处理。办公室照常在运作，民进党籍3连任的桃园市议员游五和涉嫌诈领助理费。徛家服务处拢有检方搜查，嫌查某囝伫找5放声押禁见。办公室人讲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无方便表示意见。罪嫌重大，并有勾串灭证及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检署讲，游五和按2014年12月25到2025年3月担任议员的期间，向查某囝虚报甲家暴议员的助理费，诈领助理费。有到11年之久。被告涉嫌于担任市议员期间福报虚报议员助理费，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
公务员利用职务诈领财物罪。除了有误法案，民进党籍前桃园市议员吴宗宪涉嫌诈领1,000万的助理费，桃园地检署顶个月22日才发动搜查，目前已经收押。针对议员涉嫌不当处理助理费，和检调约谈声押。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发声明表达严正的关切，讲尊重司法侦办的程序，当事人若违法无正当的行为，要依法负责，绝对无暗讹嘛无闪避。后续会照党内纪律机制好好来处理，希望司法赶紧来调查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南部连续落大水雨，淹水崩山的灾情是真多。这2天天气总算转好啊。气象署表示讲，拜日暗时开始到礼拜，拢是热人真热热的天气，也毋过过道嘛是落西北雨。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南部已经连续落雨几落天。气象署表示，接落来因为西南气流减弱，自拜日暗开始到礼拜8月初10进前，天气转好，南部日时就有机会看到足久无看到的日头。预估澎湖、基本马祖的天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对流云区，所以还是有些短暂降雨的几率。但是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而预估中午以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在星期4到星期5，太平洋高压势力还稍微再增强一些影响我们，所以星期4到星期5的天气会更稳定一些。我们预估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也若是这2天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虽然雨水有咧减少，但是金门、马祖也阁有云林以南，嘛是爱细腻短时间内的强降雨。过到了后，桃园以北、新竹、苗栗，阁有宜兰山区爱注意西北雨。尤其是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的温度就会逐渐的炎热。北台湾可能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其他各地温度也会上升。气象署表示，南部的天气豆豆仔咧恢复稳定，会恢复热天的天气，高温烧热，提醒乡亲刷落来爱预防高温，唔通着山。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中南部的山区因为落雨，淡水量悬，民众最近接近山区就要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嘉义落几日天的大水雨，有真侪所在淹水，有一寡庙寺嘛传出灾情。嘉义的破主有庙拢浸伫水里，甚至嘛互水冲走。当地信众是讲进前嘛捌做大水，加在落尾甚至拢有吹转来。涂骹的水也袂干，边仔阁有排水用的物件。嘉义县溪口这间庙1楼的餐厅，因为大雨为窗仔破入来，造成积水。因为水无济，所以才用粪机甲水集中了后，搁用水沟抽出去。庙方讲，暗算等天气较好了后，才搁来做一摆整理。某个地方，愈多我紧摕着卡档，我的卡档总比塞偌够紧。对啦，对啊，啊，毋着我搭抽啊。安尼较省工啦吼。啊，若较侪人来好水，啊是较侪我搭来抽较紧。对。前面爱一时啊就好啊，你免1个2个点仔付甲足辛苦啦。甲积水的状况比起来，嘉义县破主伫全国小边啊，这间庙灾情就较严重。7月底迄当阵才淹要130公分，水龙已经淹到庙顶，内底的市民嘛去互流去。附近的里民讲，只要淹水，市民就会流去，加在落尾拢有够吹转来。市民都各都管，没停，真正没停，好几次的。怎样说呢？只要淹水都被冲走。啊，冲走再找回来这样子？可能很灵验啦，他会人要去找又都找回来。嘉义地区经过几日天的大雨了后，造成真侪所在有淹水积水的状况。即摆天气豆豆较稳定，民众除了开始无用整理环境以外，嘛希望刷落来天气莫搁来落大水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关岛145云林西里溪寮1号桥前几天雨水上济了，水未复排，附近有10多公顷的田拢淹水。农民是真怨叹讲附近一落大雨就淹水。云林县政府的水利处嘛表示讲，未来加强来摒扫排水沟仔内底的积土，保持水沟仔会通，嘛来研究改善的方案。接报田无偌久的日记丢啊是规个浸伫水内，受到连续几天落大雨的影响，造成云林西里溪寮1号桥的边沟啊未复排水，和附近的田拢淹水淹到真严重，10几公顷变作鱼温。采购早起雨有较停，但嘛阁有真侪田浸伫水内。
这个拢有关，有哪里有班人大家做饭拢有你当个。啊，种水有源，即马几日工？见落雨，见嘛浸起来，嘿，做都多都浸起来啦。风雨若较大咧，水拢已经大家这拢口较袂出去啦。啊，你像即马咧抽这啦，那即马抽，迄边抽吼，抽来佫倒加这边佫位田佫出去啦。农民海讲，大概落雨拢一定淹水。对这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讲，预料桥的两边已经设置刷动式的抽水机平台，但两边的入水口定有粪扫塌掉，也是土质伫遐，未来加强清扫。卖含农电水利署建议排水沟闸门的改善。这水闸门的功能要恢复，包括它就是要防止外水，然后要容易让内水能够排出去。所以，阮会过来甲水利会研究哦。官府表示讲，除了改善水闸门，嘛会针对边仔沟设置杂物的栏杆，伫当年限期进前做高效的清淤，而且协调农电水利署办理现有的部分改起来提高排水的效率，避免残淹水的状况一直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农业部统计这波大水祸造成全台湾的农损超过2亿6千万屏东上严重。高树乡的往来田淹水，特别开花做啊，嘛去拄着雨水，叶啊拢冷去，损失拢超过5成。屏东县内农损就接9000多万咯。赶紧甲有法度救的早先慢起来，其他搁再消毒除虫，会使救偌济算偌济。这是屏东高树乡的往来田，农民讲损害超过7成，即摆真正足严重。虽然前一阵仔才采收，不过即摆连续的大水雨拢甲往来泡伫水底，剩的果子仔若是浸后去，就要搁定静啊。高树嘛，伊即摆造成全面性的淹没，你看涨拢倒了，影响到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这青爱个几礼拜，爱个杀菌的。系啊，个尽量补救啊。拢安尼，未春风啦，这花啊拢花去啊。若往来连准备要开花大出的做啊，叶啊嘛，互大雨拍甲球去，有诶看起来要凹黄，有几粒搭爱准备开花，一节煞拢剩1、2个开花点。种做啊的农民表示，这是今仔日早起较无出日头，互雨拍过的叶啊，若拍着日，马上就水冷去。较紧喷药啊，系啊，较紧用喷药消毒啊，看有补救无？差不多1半价哩咯。超过5成，5成以上的咯。蔬菜、花卉等共计有34项作物，受损面积有680公顷左右，然后损失金额在9100万左右哈。即摆7月28大水雨重创农业，农业部统计到7时下晡，全台损失超过2.6亿。屏东上惨重，农损9197万左右，受损的农作物有34项，其中上侪是往来，损失金额1369万，第二是金蕉814万，第三名是柠檬甲蜜枣，损害金额分别是698万甲1000多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但那是风台已经过尾1个月了，也毋过伫台南的盐水直林里各民众反映讲，厝里的电话阁未通，手机的信号嘛无稳定。公所是表示讲，因为基地台互风台渗倒去，电信公司是搁会抢修，电话线路按算后礼拜就会恢复正常，也毋过基地台就要等到月底才会当正常运作。今日台南盐水区顶哪里这个零家厝内80岁时段摕电话起来，完全卡不出去。但那是风台重创台南已经要1个月啊！即阵伫台南盐水这个里，犹原有真侪住户反映厝内电话拢害去，民众无奈讲上无叫3届来修理。当初电视公司讲是因为台电的关系，不过即阵电已经抢修好势啊，通讯状况犹原无改善，互因生活真无方便。啊，我啲囡仔已经叫4、5通电话啦，但要求啊，我叫伊甲伊照一个临时啊，我唔啊。啊，我上阮2个头大项，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变哪联络？抢修1礼拜，人阮遮就拢完全拢有电啦，啊，人电条嘛踩好啊，啊，结果伊家阵也搁咧算讲是台电的问题。哦，啊，拢无出来上诉。行去中华电信去2、3座。啊，去就讲我都叫牌安尼。来叫牌的。哎，就惊甲你讲叫牌，安尼咱就无法度啊。拿出来电话互在地住户白卡白手，居民阁反映手机的电信信号嘛无理想，就算即阵有电信基地台入来，不过也是无介理想，甚至阁强在咧断去。公所回应附近遮电火条倒50支，另外本城遮的基地台伫咧高野遮瓦顶拿，因为风势大甲吹倒去，目前伊嘛正咧处理。这次风灾真的很严重。所以已经有点倒下来，然后现在已经把它立好，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把它整个做好。
所以可能要到8月的时候，大概这个月的月底，应该会把它整个处理好。 所以这个通讯会完全的改善。因为基地台信号需要靠电哪里的设备转送，造成电哪附近的通讯拢受影响。中华电信表示，分嘉南地区即阵有2141号厝内电话，764号网络，33站行动基地台拢故障，等咧修理。公所表示，厝内电话线路按算后礼拜1通恢复好势，那基地台爱等月底会继续追踪改善情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高雄有民众发现，讲凤山前镇市区车路的分隔岛的草坡啊，发规排野菇，有真侪人拢翕起来铺伫网络顶头。有专家是提醒讲，这款野菇可能有毒，上好是唔通慢来食。高雄凤山这个道路分隔岛出现一大片的野香菇，一蕊一蕊浅色的野菇，民众拢走来翕相。 学校下过雨也是有，可是他说没有这么大朵的。当地民众讲，等下上太了有生一两蕊，这礼拜使讲是逐日拢落雨，发现野菇发到规大片。这款野菇经过专家鉴定，研判是有毒的毒香菇，警方嘛紧甲刷掉，较免好奇的民众走来翕相，影响交通甲安全。我们卫生主管机关的统计，在台湾引起那个白色野菇最常见就丽蛰菇。 像丽蛰菇，它也是一种毒菇，它有毒性的。如果民众不想误食丽蛰菇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肠胃道症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部分的公园及道路分隔岛上长出了白色的菌菇类，有些有毒性。 请民众看到了，不要随意摘采食用。随后在去前镇区这片草坡啊，各商场头前，各会当看到野香菇，其中嘛包括毒香菇。专家提醒民众，真侪食到野香菇中毒的个案，民众一定要细致。那个应该不能吃吧？我怕那个有毒哦，而且也不干净，地上有污水啊那些。含摸嘛无爱摸，啥弄啊？会毒啦，迄种食落会有人食死咧。 专家讲，民众对外观青色的野菇较有防备心，不过却无去注意到白色的野菇嘛可能有毒。不管是伫郊区也是市区，都有确认品种。若无食对这种落雨了发出来野菇，千万唔通去慢来食，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议会今仔三读通过《废物税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加无糖的饮料唔免扣废物税哦。另外有4种家庭用品嘛唔免扣税。未来无糖的罐装茶等无糖的饮料，就免扣15%的废物税，也唔过无包括手切茶。另外电视、录影机、佮有电唱机、甲录音机嘛唔免扣税。 议会嘛通过附带的决议，要求讲，就要继续来追踪减税影响，看消费者敢有受惠。该看，逐工哦，拢有诈骗的案件，伫新北市三峡有家己大的老大人，诈团哦是假做检察官、假做警察，讲伊涉洗钱，佮有资金调度，伊互骗1940万，佮互限制自由，警方嘛一定会调查咯。 新北市三峡地区传出一件老大人被诈骗的案件，一个独居的姓沈的老先生控诉，被不明人士长期接触，被骗的金额高达大票1940万。专案毋但牵涉大额财产转移过程中，佫出现被害者被限制自由，伫地政事务所被控制办理设定的状况。出门都要报告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要报告，自认为是被软禁了。从5月11、12号开始啊。 一直到等于我到8月1号去报案，这样这中间了。那他目前的话，存款是都被榨干了，身上也都没有钱，然后甚至他还不敢跟他儿子说，所以我们才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的侦办这个案子，看能不能把他的房子救回来。诈团假扮检警，用牵涉洗钱甲资金调度这理由来诈骗，可无提到正当动机甲对价情形之下，被迫完成帮山底合设定。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当中。 这个案件本分局、报庭新北地检局指挥侦办。那目前已成立专案小组，锁定多名涉嫌人及使用交工具过于分期，追查这个诈骗集团，那全力来查遍犯嫌到案。议员认为，这个案件不是单纯的诈骗，甚至有令人卡有强制者的性质。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老大人保护机制，警方也呼吁民众爱追出来的老大人，然后改变地级房产者的交易，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艺人诺诺洪指控性侵等案件，一审是互判2档6个月，官司搁会入审哦。士林地检署搁查出讲，伊搁涉犯另外2案，今仔是以强制性交等罪嫌甲伊起诉。检方搁批评讲，诺诺的犯后哦，拢无后悔的态度，嘛建请法官判伊重刑。检方是指出讲，诺诺伫真侪当前哦，捌去掠铃，强制性侵师傅。佮用面册约另外一个被害人见面，伫车顶强枕哦，卡来手来。问题这2件因为罪嫌无够，是无起诉处分，也毋过经过再审哦，士林地检署今仔是侦结，嘛甲伊起诉。再来看内政部今仔审议台中市国土工程分区图的草案，环保团体早起嘛开记者会批评讲，台中最近落大水雨，大溪佮雾峰哦，拢发生土石流。市政府煞无甲大溪的保安林划做国土保育地区，伊嘛正不满讲，市政府甲北海地的生态地划入台中港特定区的范围。土石流冲击面体，安怎清也清袂完。今日摆是台中大溪山区，因为连日大雨引起土石流灾情。面对极端气候、强降雨的威胁，安怎保护家园呢？内政部审议台中市国土工程分区图草案，环团不满大溪保安林无划入国土保育地区，反倒来加做公园用地。他还是拒绝把它划到国土保安地区，去好好的保护它，以它来保护这些土石不要崩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环团质疑市府要将6400公顷游龙农地改为加做农地，恐惊会开发后门，放进流失。另外，台中港特定区既然将北海地重要生态环境也划入，实在含糊，要求应该改为做汉阳资源区第一类。这样子的安排是十分荒谬的，所以应该要检讨这个多年来错误划设的台中港特定区范围，这样才能够落实国土计划法保育自然环境的目的。这期草案伫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台中市地政局表示，目前草案经过相关主管机关学者专家伫地方按照严格定数审议通过，然后新的意见经过评估。该可以检讨的部分，市政府都非常的重视。那如果有新的这个议题，或是新的环境状况改变，那我们回去之后相关的主管机关再根据现状再来做考量看看。地政局强调，国土计划精神就算是规定拢会个检讨，另外就算无划入国土保育区，那属于环境敏感地区土地，也毋是想要开发就应开发，会有把关机制。不过，环团坚持极端气候一直造成灾害，政府应该更加积极落实国土计划，保护国土的本质。环境敏感区都要严管，不应该简单来绑定。记者综合报道。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的护航营区最近甲营区范围20外公顷的树仔拢撤掉。军方是表示讲，按说要去训练的场地，也毋过因为就位伫海边啊，民众是真烦恼讲树仔变少哦，未来透东北季风会有真侪风背山，会影响到因的生活。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伫新城乡的护航营区，原底树仔是发了真旺。不过，即马差不多拢防错了。现在是安怎要错这个树啊？是安怎要甲在地居民通知，引起众人的反弹。我这整片这样子看下去啊，不止100多棵啊，那是好几百棵啊。尤其是这个相思树啊，在我们这个防风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树种啊。花东防卫指挥部解说，错树啊是为了要起训练场地，包括学生化、体适能训练场、甲战车驾驶等6个训练场。第一个防新型的战术训练是真重要，希望大家会当体谅。破坏原我的面貌，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我们就会做一个整地以及所谓的杂树木的后续的清除。经过估算，目前已经错掉的树仔范围差不多25公顷，包括相思树、甲青啊等等。军方强调讲，要错进前，有请管府相关的局处去现场确认，并无珍贵的树仔。不过地方的民意要是无法度接受。珍贵树种是说一定不能砍伐，但不代表你没有珍贵树种，你就可以大面积的来做砍伐的动作。我们要求花防部来做这个林木的补植栽。另外，居民嘛烦恼军方使用的 CS 加盟工啊，也就是催泪性毒气，可能会对附近的部落造成影响。针对这点，花东防卫指挥部表示，训练的时阵一届敢若会用2粒，影响的范围是伫20公尺内，未对300公尺外徛家有影响。另外，工程完工了后，这个所在嘛会阁保证树仔。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早起有印尼的民众甲工人代表去华新丽华台北总部抗议，因是批评讲台商伫印尼起小土团的电厂污染空气甲水哦，阁有工人意外死亡。华新丽华声明是指出讲有部分的资讯毋是事实，佮强调讲因拢有遵守印尼当地法规，针对污染的部分是并无回应。提交横被污染的相片，为印尼到华新丽华台北总部的门口，印尼吉控工业区周边的居民甲员工控诉华新丽华伫莫罗瓦里等地起的小土团电厂造成空气严重污染，附近小学离电厂的烟筒就短短100多公尺，学生一直出现呼吸道甲皮肤感染，虽然每一个真实的喙暗的钱拢无。Berkunjung ke Morowali, umumnya itu setelah kita berkunjung ke sana akan sakit akibat kondisi udara yang buruk, terutama jika lagi musim kering karena polusi sedemikian parah terjadi. Jadi除了环境问题，也有工安危机。总公司员工出面控诉，去年有员工工作时阵落落去死亡，即马煞无看到具体改善工安的措施。居民抗议华新丽华原来宣传绿色转型，原来伫印尼的时间人权环境劳工安全拢爱个检视。Bahwa transisi energi yang banyak digembor-gemborkan oleh banyak perusahaan besar tidak selamanya bagus karena dalam rantai pasoknya itu menyebabkan banyak pelanggaran hak asasi manusia dan pengerusakan lingkungan. 面对指控，华新丽华伫会后用文字声明回复部分资讯甲事实无符合。伫外界提出疑虑的时阵，已经安排公司高层甲环境权保障基金会面对面沟通。同时，伫印尼也继续甲园区 ESG 基金会沟通，强调公司伫印尼当地遵守法规。暗过声明内底无正面回应外界对职灾责任甲污染数据等具体疑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教总指出，讲有一寡公立的幼儿园老师反映讲哦，幼儿园要求因歇寒歇热拢爱上班。佮讲教育部的国教署嘛已经核准咯，这并无违法。伊嘛质疑讲是政府带头压迫教师的人权。学生囡仔歇热期间，7、8月份唔免读册，公立幼稚园也开始放假。唔过考虑到父母爱上班，囡仔无所在去，有公立幼稚园就推出来歇寒歇热留园服务。全教总拜二开记者会，表示收到基站公立幼稚园老师的投诉，讲幼稚园推出来专年无休的政策，要求老师歇寒歇热拢袂当休困。佮讲这是有经过教育部的核准。这一次的状况是乡镇私立的幼儿园，他们的学习的起讫时间就没有跟公立学校一样，像以这一次的镇立幼儿园，他就制定从一整年他都没有寒暑假，那以老师适用教师法的特性，就变成教师需要去配合他的这个全年无休的学习的时间去工作。全教总表示，若是公立幼稚园照法律的规定，就应该爱予教师有基本的歇寒歇热。若是经过家长和学校的要求，需要伫咧放假期间为营队也是托育的服务，也应该爱尊重老师的意愿，袂当用强迫的方式规定老师一定爱来上班。老师他们是报到之后才会知道这个幼儿园他们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他们考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园方有要求他们就是暑假要去进行这个教保的服务。教师团体呼吁教育部爱确保教职人员的权益，也要求教育部赶紧出面回应，到底敢有核准这款规定？原来教育部到目前是还未对歌做出回应。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高中本土语言的课程来做必修已经3档了。有民间团体进行调查，发现讲高中生普遍是认为本土语言是有意义，也毋过是有超过2/3认为讲课程的设计无介理想。民间团体是认为这甲教师的品质，佮有甲教材有关系。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自111学年开始，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已经列做必修。不过，关注教育的民间团体 EDU 就针对高中生做调查，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其中有指出本土语言课程的满意度有超过2/3认为不够理想，我5成认为课程无法度提升对本土语言的学习兴趣。编团表示，这个资源教师教学品质不稳定，和教材不够在地化等等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去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育的机制，以及去提升关于本土语言教师的待遇。第二点呢，我们会期待各
各学校、各地方政府要去发展在地符合在地脉络、在地本位的课程教材。兵团后由教育部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编写在地化、较瓦达学生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教材。另外，也应当解决支援教师待遇低、欠缺进修，也有教学资源的问题。国教署是回应讲，会透过继续办理研习来改善教学现场本土语言课程的教学品质。主要还是透过真人的研习。另外，我们也鼓励地方政府依照地区语言的特性来开缺聘用本土语文的专业师资。为了鼓励地方政府他们来编辑在地化的教材，本署其实也定有相关的补助要点，来给予地方政府在编辑教材上面的支持。另外，108课纲观察报告嘛指出，有学校因为行政也是教学资源的限制，致使学生想要学的本土语言类别数无通选择。国教署表示，这是违背课纲的规定，未来会加强辅导学校，嘛会透过线顶课程来解决这款问题，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向指控讲要发动政变哦。巴西最高法院暂时甲伊软禁，法官指出讲伊违反法院对伊的规定，使用社群媒体甲手机。波索纳罗伫初三就利用伊参议员后生手机啊，对支持者来发表谈话。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透过后生也是现任参议员弗拉维考波索纳罗的手机啊，对个纽约的科巴卡巴纳海堡集会支持者发表讲话。不过波索纳罗目前因为涉嫌撤回政变，用这自2021年败选了后，继续将权受法院施加有风险措施，包含使用社群媒体甲手机啊，这互巴西最高法院初次发布一项命令，对波索纳罗软禁，理由是违反电话的措施。禁令发布了后，波索纳罗按算伊伫首都巴西利亚的徛家软禁，挂电子卡权。联邦探员个月没收伊的手机啊，不过软禁令恐惊激化巴西甲美国紧张局势。川普把批评这场审判是拉布，引起现任总统卢拉等各界带头人的反弹。外界分析认为，川普对巴西 Q50派关系可能是政治报复考虑。Parabéns, presidente Trump! Go Trump! Go Trump! Go Trump! We love you! Brazil, love you! 巴西各大都市拢有群众发起示威，包含政敌负责米歇尔甲自由党的参议员拢徛台力挺。美国也用严重侵犯人权做理由，对发布命令法官制裁。面对复杂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已经公开呼吁政府爱设置处理美墨关系，避免情势进一步恶化。波索纳罗支持者大规模示威，不但反映巴西政府极度分化，也显示美国政策对巴西内政影响真深。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法国今年9月要颁国家勋章哦，会颁予一个今年73岁、未报纸未超过半世纪的阿伯。这阿伯哦，逐工会行15公里的路途，一边话讲有写大新闻，一边未报纸哦，是真特别。咱做伙来看卖。Breaking news: Monica Lewinsky is pregnant by Trump. 当然，这是讲算笑的。看到被捕者阿克巴出现在巴黎拉丁区的话，对正实在人客拢是笑眯眯。Et je suis positive, je mets de l'ambiance, la joie de la vie. On appelle ça la joie de la vie. Et je fais rire les gens. 阿克巴9月会有总统马克宏颁发第一关荣誉的国家公职勋章，今日摆伫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后边。国家公职勋章主要是伫表彰对法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无论是军事也是公共领域。为巴勒斯坦来的阿克巴，为1970年开始被捕纸，1979年代中期电视出现，将做传达消息的主要来源。报纸用要消息伫走路，不过阿克巴做好这传统伫法国延续落来，伊用罕见活力伫历史悠久的拉丁区，每日行差不多15公里。为早期卖口册杂志《查理周刊》，到后来伫下晡出版的《世界报》做主力。Une vingtaine de monde à 8 heures. Tout est digital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achètent très peu les journaux. Les jeunes, surtout les jeunes, ils n'achètent pas. Mais j'ai encore quelques clients, quelques habitués qui m'achètent encore le monde. 拉丁区1960年代是学生控制的中心，即马正做巴黎上流行的街区之一。当年租用20世纪铁壳大金铺的册店，即马已经互高级精品店甲餐馆取代。On fait plus que lui acheter le monde. Si Ali n'existait pas, Saint-Germain-des-Prés ne serait pas Saint-Germain-des-Prés.
阿克巴被捕抓超过半世纪，有时阵也坐来甲出面隔壁啉咖啡，或者是食中昼顿。也因为见证经济变迁，加速连接丰富历史活看榜。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过来消息来看，高雄小港的三元电池工厂顶个月火烧哦，当地民众是爱电池厂搬厝。今仔搁再开检讨会，里长要求主管机关甲业者都爱赶紧公布导火原因。里长嘛呼吁政府爱针对这个工厂来成立监督小组。三元能源电池工厂火灾事故检讨会初5早起第2届召开，在地几个里长、里民甲中央，也有地方主管机关有出席，来检讨火灾的原因甲后续处理的情形。可能是在作业的过程当中，电池遭到撞击，那导致部分的电池单体短路，那也是引发连锁的热失控，导致储存区内大量的电池迅速的燃烧。7月14日的大火引起这间电池工厂公安的疑虑。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初步研判，导火原因可能是产品涂料伤密、安全电池管理系统故障等等的情形所致。强调详细的原因要爱等检调厘清，不过主要的原因一直拢无法度确定，引起在地人的不满。7月30日还佫去厂区抗议。所有的这个主机机房硬碟烧掉了 ，CCTV 那我们花了烧掉了，所以什么原因呐？抱歉，因为。所以过了3个礼拜，你自己也不知道原因，跟议员报告一下。你还在问那个厂商啊？三元能源公司答应讲会赶紧敲进监控等等的设备，敢是会当恢复。不过，互里长不满的，也有产业园区管理局、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讲空气品质无问题。不过，里面却持续闻到臭味，呼吁政府成立监督小组。该监督的监督啦，那如果依法的话，那你就依法，可是要从严来处理。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签吧。后续取得政府同意之后，我们会开始找专业的公司进行相关的，无论拆除废弃物清理、清运。三元表示，会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每个月做环境的监测，嘛会将相关的资料公开，互主管机关甲里面会当查询。嘛强调讲，一定会将火灾后续的工作拢处理好势，才会提出复工的计划。不过，这里长对业者的讲法是持保留的态度，也是希望政府会当确实来监督，唔通前雷后雨，落未担涂。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一间无执照的工厂，112年发生过2届的火烧哦，嘛造成空气污染。环保局稽查嘛发现讲，业者违法囤超过200吨的垃圾，嘛移送侦办咯。经过当外调查，高雄地检署甲头家甲2个员工起诉。怪手将一袋的垃圾挖开，消防员持续转水，莫过大火搁继续烧。112年9月甲12月，高雄林园一大地下工厂连续发生2摆大火。环保局进行稽查，所意外发现，业者只有废弃物的程度许可，竟然违法囤将近200吨的废塑胶、泡棉甲油桶，甚至搁用机台做切割假碎，包括大火造成的空污，也搁违法囤废弃物等行为，环保局依法开罚，拢总罚41万1000块，都是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那个会接那里啊？对啊，那个有这种污烟了呢。稽查发现，该厂堆置废塑胶等废弃物，未领有处理许可，从事裁切的处理行为，涉犯废清法46条刑责规定。高雄地检署指挥保持第3大队持续追查，发现涉动的主嫌敢有具合法的程度许可，用合法暗砍规法，带涉任的员工来做废弃物的切割处理，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相关经济规定。甚至最后，阁因为无材料处理，都将200吨的废弃物但你无爱插，严重危害公共卫生甲生态安全。这个案件经过年外侦办，现在地检署将涉动的主嫌甲员工2人依法起诉，相关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本大队会同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历时数月调阅行车轨迹资料，并进行多家公司稽查，厘清犯罪流程。全案已由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环保局表示，业者原底程度许可，因为无申请延长，已经予注销。你工厂内底废弃物等待证据保全解除了后，对随限期要求行为人赶紧清除。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今仔中华有一场虚拟货币拍卖，中华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是指出讲，这是网络投资诈骗不收的泰达币哦，分2笔来拍卖。这嘛是头一届拍卖虚拟货币，有袂少人有兴趣，咱嘛做伙来看卖。
拍卖时间一到，大家开始竞标。中华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头摆举办戏剧会卖太特别拍卖，拍卖公告的消息一出来，就不少民众打电话询问。伫拍卖现场，嘛不少人对太特别有兴趣，甚至佫有特别为台北来中华参加拍卖。大概投资约2年的时间，从台北这看到彰化第一次有在拍卖，后来现场看一下。因为它这个太特别，它比平台来讲的话，拍卖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个几毛钱这样，那就有那个获利空间。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表示，这届太特别是来自一件网络投资诈骗，被告用面册甲来看股票投资、AI 选股票等等的文章，拐骗被害人汇款，经由中华地检署判决，没收将近46000粒的太特别。然后最特别的是虚拟货币，因为这个是彰化的地院地检跟我们行政执行分署第一次有虚拟货币的拍卖。我们这次拍卖的虚拟货币一共有4万多颗。那据我们承办股的书记官他们的转述，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打电话来询问虚拟货币。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表示，太特别目前一粒计数大约是新台票29块，拍卖分2标，是同一个人分别用749000甲786000得标，发牌变卖所得会转售交予中华地检署保管。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代替滨溪线的3条岭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车无法度驶到火车头的车站，民众的出入路拢爱行铁骑路。新北市政府甲代替最近就设一个临时的便桥，按算月中就会开放。工作人员来回检查确认，当60公尺的临时便桥外边加设120公分的通行道，让过路人和乌托邦会当行。3条岭车头过去连外是无路通行，游客和居民刚才当利用铁路桥的维修便道来行，这嘛总算有路啊。这部分我们还是把它移设到这边，将人行道空间拓宽120公分，远离轨道，解决当地居民100年出入无厌问题。在便桥完工了后，游客要去3条岭车头附近的3条岭水墙群，也是生态蹦康这景点，卖搁较利便。不过检视并溪线，亲像10分站、并溪站沿线拢是店家，嘛是放孔明灯的热门景点，让游客行在铁骑路。在铁骑路顶悬在放孔明灯，再搁翕相来纪念。所有来火车来啊，虽然讲有淡水泥来经过，但看一寡所在是有放禁止软轨的告示，游客认为恐惊是违规。在这个模糊地带上，就是可以允许，就是旅客可能在这个轨道上，然后放天灯，然后做一些观光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还 OK， 但是就是变成说店家什么要协助去看。可能也要跟客人提醒说，等一下可能会比较赶。假设你的时间离火车发车时间很近的话，等一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赶，我们要快速解决。这样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弯道啊，附近可能或山洞出口，车子出来可能不急于去警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立牌子请勿穿越。台铁公司表示讲，特定区段嘛是袂当安尼甲过，但是因应当地观光特色产业，火车进站进前会先停车淡水泥来警示，过去嘛有一直宣导。协调店家来倒疏导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第2线的柑仔兰大桥上旧路，公路局是编30亿的预算要来重启，嘛已经做好环评。也毋过宜兰野鸟学会是表示讲，附近敢若今年就记录到有300外艘保育类鸟仔还营养会受，伊是真烦恼讲未来时间会受到影响。柑仔兰大桥真侪火车来去，伫台二山滨海公路顶悬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不过因为这条桥旧啊，较无法度载重，甲影响做大水甲地动的灾害，地方争取改建。伊的水泥已经腐去啊，钢筋裸露很严重，嘛有生锈腐蚀的问题。柑仔兰大桥有2.2公里长，下过宜兰河甲南洋溪，公路局启动改建的工程，初步估计工程的经费需要30亿，工期差不多3年。目前已经完成环评，进入设计阶段。目前已经走到设计阶段了啦，它的环评、中规那个都已经核定了哦。不过，柑仔兰大桥改建牵连到南洋溪口重要的烂地，甲水鸟保护区的范围，恐惊会对附近的生态产生冲击。根据野鸟学会调查，为南洋大桥到柑仔兰大桥这段，今年有记录到保育类的鸟仔，小燕鸥的数有差不多300艘。烦恼改建的工程若向上施工，未来这个鸟的数会怎消失？NGO 团体并不是反对建设，我们如果说把这建设的伤害降到最低，那我将造成多方面的双赢或多赢。
野鸟学会希望公路局会当赶紧甲环保团体沟通，降低工程对环境的伤害。根据嘉马兰大桥改建工程的环评报告，公路局答应讲会避免伫咧暗时啊时间，每一年12月至过当年的2月，也就是水鸟来过冬的期间，会延长暗时啊暂停施工的时间，来减少对在地动物的影响。公路局表示，会遵守环评的时阵相关的承诺，嘛会纳入去工程设计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水里乡的幸福巴士对7月底开始试营运，民众打电话预约到免费的车通坐，看医生上课出入加正方便。长辈欢喜坐起哩幸福巴士，南投幸福谷伫水里乡的幸福巴士，7月底开始试营运，特别来到南港、北部、基港三川一会所举办服务说明会。在地居民表示，水里唔拿公车的车班少，而且大卡山顶的居民行到上近的车站，嘛爱几若公里。一般的车班，伊拢像我咧坐车，拢1点钟后才有一班，有时拢等无啊，对不？你就要等1个小时。山上下来到主干线坐公车，至少都要2-3公里以上。那这个部分会变成长辈要走路也不是，那骑机车又危险。为了解决山区民众出门无方便的问题，关护萨南投幸福谷提供民众打电话预约，到指定时间甲地点坐幸福巴士，服务范围除了水里乡内，嘛当往回周边乡镇。南投县长柯淑华讲，这项服务对去年9月伫第3镇民间乡鹿谷乡启动了后，到今年6月已经出车15000架，服务大约4.7万人次。不过，为咗公所拢讲民众需求量悬，有车辆无够的问题，对处管府答应会协助来补车辆。有很多的慈善团体也非常的乐意哈，我们会鼓励他们捐长照车，很多乡镇提出来的车辆要再增加的，我们会给予这样的协助。水里幸福巴士目前试营运期间拢免钱，未来正式营运一段票是半票13块，全票25块，超过8公里收2段票，上济计算到3段票。关府指出，如果明年南投13个乡镇拢通车了后，会整合民众的需求，来调整路线、加爱心票、学生票等票价优惠。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一礼拜5就是父亲节咯，人力银行调查指出，讲有4成的爸爸负责处理所有的开销，佮有真侪爸爸拢已经超过5档无加薪咯。有将近9成的爸爸讲，因无法度兼顾工课甲家庭，日子是过甲真忝。8月初8就是一年一届的父亲节，不过照人力银行的调查，有到87%的老爸无法度兼顾着家庭甲头路，也甚至数是来到81分。创下6年以来的新高。真的薪资没有很高啊，然后物价一直在涨啊。根据了解，将近4成有头路的老爸是单身家庭内唯一的经济来源，另外有6成较起是属于双薪家庭。不过，这群老爸平均5.1年拢无加薪，创下12年来上悬的纪录。有一半较低的老爸薪水拢照用伫厝内，并无咱3用的收费啊。一方面又想求稳定，一个安定性；那2方面你不去跳动的话，那又职场老员工就是加薪的机会，自然会比其他年轻的员工低。那老爸压力大，有12家银行等单位做伙做金融调查，发现35岁以上的民众，就担当照顾时大细囝的双重责任，会使讲是挂包世代。另外有到41%的照顾者并无做财务规划，生活上爱兼顾工课甲家庭，处理被照顾者情绪的问题，搁爱负担较好的开销，互因感受到真大的压力。如何协助这些三明治世代，他能够不要因为家中的这个照顾家中的长者而离开职场，我想这是个蛮重要的。专家讲，少年世代会当选择不爱结婚，还是不爱生囝。不过，有缘爱担当照顾时大的责任，呼吁政府会当整合长照体系甲外籍看护，提升长照的功效，减轻照顾者的照护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虽然西南风减弱，也毋过水汽是个真济。台湾的中南部地区，阁有平有金门、马祖会落短暂的阵雨，也是落雷公雨。过到北部，阁有东北部、东部地区，阁有东南部的山区，卖落短暂的雷公雨。桃园以北，阁有北部、东北部的山区有毛可能阁会落大水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
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北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